这个艺人彭巧巧呢，因为为了要圆一个导演的梦呢，家己开钱去拍电影，因为票房无好，所以呢欠2亿外，2个4千万，真无简单。去年由这个金主林炳文要甲还1亿6千万，也毋过只嘛听讲伊阁有几千万的这个债务也未共还，甚至听讲呢，伊呢爱跋缴，所以讲阁有欠6千万，暂时伊就挡袂掉啊。到伫面前呢开直播，你话讲绝对无跋缴这个代志，伊嘛讲伊本身的债务会愈来愈侪原因，伊感叹讲伊家己用14人，这嘛拢还袂了，伊决定挖靠食物的副业、食品的副业，拍拼趁钱来还人。很多人以为真的我去赌博，因为过去有很多例子，我没有，我对天发誓。目头甲甲规人真无奈，面对镜头甲外界背花，讲家己绝对无跋缴。66岁彭恰恰听讲佮欠人6000万，拢是跋缴害的。对这无影无迹的代志，伊挡袂牢，决定开直播做说明。我统计了一下，至少有10个人在这3年之内曾经答应过我合作，或者是共同怎么样，而给你一笔钱。那通常是到了当天跟你说没有了。或者是失联，全部都是。然后我们是梦想着一笔钱可以把所有的钱能够解决掉，所有的债务解决掉，让自己赶快活过来。讲家己逐工拢过甲真艰苦，彭恰恰嘛讲到，去年林炳文代替还1.6亿了后，毛投资者找伊，煞是一张梦，为了甲亲戚朋友的1500万还完，借钱还利息，结果欠的债煞是愈加愈多。真的没有赌，我也很认真、很努力的在工作。可是我算过，如果我一路在演艺圈这样子靠录影过日子的话，10辈子都还不完。就算过来伫咧走通告，敢若靠演艺界工课，根本无才调甲真还完。彭恰恰脚步徛在，唔惊失败，专心开创新未来。人老了不能哭泣，没有抱怨。甲家己欠钱的点点滴滴写出新歌，怀念过去的错误，同时嘛推出新商品，想要重新徛起，甲1000多万的债务变细还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